第二處，西滿背負耶穌的十字架。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，就找住一個從田間來的基勒乃人西滿，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，叫他在耶穌後面背着。我有一個朋友，我哋兩個早喺大學時期認識，並先後喺唔同嘅社團中遇到。喺佢嘅邀請之下，我哋一齊參加咗一個幾有意思嘅非牟利組織。半年前，我呢位朋友因為正職工作壓力太大而患上咗情緒病，每晚都酗酒度過。按照組織嘅原定計劃，佢喺呢段期間係要負責統籌一個對組織非常重要嘅活動。由於受病情影響，佢漸漸收起咗自己，冇再跟進組織要佢負責嘅統籌活動，亦都中斷咗我哋之間嘅來往，彷彿突然係大家嘅視線中消失一樣。我嘗試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聯絡呢位朋友，幾經辛苦之下，終於揾到佢，並知道佢嘅病情。當時大家都唔知道佢正喺度背負緊自己沉重嘅十字架。由於我朋友隱瞞咗佢嘅病情，亦都未有向組織解釋唔繼續負責統籌有關活動嘅原因，所以呢個活動即將要爛尾。舉辦活動嘅日子逐漸逼近，組織好急住咁揾其他成員去代替佢嘅工作。我朋友就喺社交媒體上持續咁發佈自己飲酒消愁嘅 post， 佢嘅行為引嚟咗我同其他人嘅猜測同不滿。我喺度諗，點解佢唔積極接受治療，而喺度放任自己？因為佢嘅不負責任，組織決定將佢雪藏，並且將相關統籌活動嘅重任交付俾我同兩位資深嘅成員身上。我當時覺得計唔舉啦，但出於對組織嘅責任感，我就應承咗幫手。而喺呢一刻，我不滿嘅情緒已經達到咗頂點啦，內心不斷咁指責呢位朋友，呢個明明就係佢嘅本分，點解仲要我做埋佢一份啊？我呢2個月都係啱啱先轉咗新工，正喺度摸索緊新工作嘅要求。同時晚間亦都要兼顧學業，依家連我自己少少嘅私人時間都要攞嚟協助組織活動，點解原本應該由佢負責嘅責任會變成咗我嘅責任？咁公平咩？呢個諗法不斷喺我嘅腦海中出現，於是我對朋友產生咗厭惡嘅感覺。喺準備活動期間，我不斷咁樣指責呢個朋友自私嘅行為，令到同我一齊籌辦活動嘅資深成員都覺得好疑惑。佢哋問我，與其不斷咁樣提起人哋嘅不是，點解唔好好完成組織分派嘅工作呢？我哋加入組織嘅初衷，唔係應該要去幫助籌辦一啲對社會有意義嘅活動咩？後嚟我先知道呢2位資深成員係基督徒，佢哋開解咗我，並話俾我聽有關西滿幫助耶穌背負十字架嘅事蹟。耶穌基督亦都唔係因為有罪或者犯咗咩大錯而俾人釘死喺十字架上。我哋唔應該只係睇表面，唔去了解真實嘅情況之下妄下判斷。經過呢2位成員嘅開導之後，我嘗試向天主祈禱，期間諗起西滿其實都只係一個路人，但佢都願意去幫助耶穌背負呢個十字架，減輕耶穌嘅負擔。我應該要以西滿作為效法嘅榜樣，我少少嘅舉動就當我幫呢位朋友背負佢嘅十字架啦。而且耶穌背負十字架所成全嘅唔係佢自己，而係全人類嘅救贖。所以我同自己講，我今次捱義氣幫手，除咗幫到朋友之外，亦都係想呢個活動成功，可以為社會出一分力。主耶穌，由福音嘅記述，我哋見到路過嘅西滿被羅馬兵強迫去幫你背起刑具。喺反省嘅故事入面，我哋見到幫助他人渡過困境係普遍認同嘅價值，
但係真實地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嗰陣，其實都唔好受。喺遇到要犧牲我哋自己嘅利益時，我哋會多多計算，甚至想半途抽身離去或口出怨言。求你寬恕我哋喺愛德上欠缺嘅真誠。主耶穌基督，在苦路上你接受了西滿的幫助，你告訴我們，你希望我們加入你的救世和寬恕人的罪惡的工程。求你賜給我們慷慨的心，真誠地以你的心去分擔和減輕親人朋友的生活重擔。阿們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與主在一起，什麼都不缺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有主就滿足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與主在一起，什麼都不缺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有主就滿足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與主在一起，什麼都不缺。不再有憂慮，不再有害怕，有主就滿